因为 AI 嘛会晓算命，这是丹麦科技大学的研究团队，伊是用人口数据的资料库，透过 AI 即马有建立一个模型，会当预测讲丹麦人会当赚偌济钱，会当活偌久，而且准确率阁不遮悬，有7%。丹麦上新的人口统计，全国总人口596万。丹麦科技大学的这项研究就以国家统计局的资料做样本，配合人工智慧分析，并且建立数据模型，想要预测单一的个人会当活到几岁，什么时阵会得到什么病，也讲接下来工作、婚姻、家庭会安怎发展。丹麦民众平均的年纪42岁，平均寿命要到82岁。研究团队是经相对较少年的样本来验证这个模型推高寿命的准确度。We take a very young cohort between 35 and 65, and then we try and predict based on an 8-year period from 2008 to 2016 if a person dies in the subsequent 4 years, so until 2020. 发生者因素的估计显示，这套演算法模型伫咧预测样本的死亡年纪准确度到78%。若是有这个样本是不是迁徙到其他的城市，甚至是移民到其他的国家，准确度是变做73%。研究团队认为，甲民间流传真久的各种算命方式比起来，这个模型唔有科学的根据，准确度也加较悬。但是这敢若是研究结果。研究团队并无打算该公开给外界使用。This is not something that's ready to be used today. For now, it's a research project where we're exploring what's possible and what's not possible. 学者强调，这个名叫做 Life to Vec 的研究结果，并无放伫咧网络顶。因过消息公开了，网络顶就开始出现真侪讲是 AI 算命，甚至是用 Life to Vec 的名号的网站。若是英文连中文拢有。若是网站叫你输入名甲生日等个资，千万唔通互伊骗去。新闻界出现的资料伦理专家伯尼勒特朗伯格就讲，早就有保险业者用演算法模型对申请保险的客户做评估。It can be used against us to discriminate us, so that you'll have to pay a higher insurance, or you can't get a loan in the bank, or you can't get public welfare because you're gonna die anyway or whatever. 主持研究的学者讲，这个研究计划的目的不是给人算命，让人知影未来，而是要探索人工智慧伫咧这方面的能力会当发展到什么程度，也有如何人类面对的风险。公司新闻，徐嘉玲编辑。